屯門盆景蘭花暨中華文化篆刻作品展覽2025即將隆重登場。大家好，我係狄爾達。展覽將會喺2025年5月2日至8日喺屯門青松觀舉行，歡迎大家嚟臨參觀。今年展覽內容非常豐富，除咗蘭花種植愛好者角逐種植獎項之外，亦都有盆栽花卉參展比賽，仲有園圃設計比賽。每個園圃由學生精心設計，相當用心。全球嘅新種蘭花已經超過3萬種㗎啦！除咗沙漠地區之外，全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，你都會有機會發現蘭花嘅蹤跡。今次展覽展出超過200盆蘭花，涵蓋過百品種，帶你環遊世界蘭花嘅多樣魅力。其中展區焦點係嚟自南美洲秘魯嘅圓梗蘭，展示難得一見嘅自然奇觀。其中一盆有10多支花梗，每支花梗有10多個花苞。開放時合共200朵花懸垂而下，極為壯觀。中國蘭花好多人都話好難種㗎，但係你眼前見到呢啲蘭花咧，全部都係蘭花愛好者自己喺屋企裏邊咧嘅客廳啦、陽台或者小小嘅花園裏邊種植出嚟嘅。你見到佢哋嘅葉色同埋形態都非常之靚㗎。活動期間仲會舉辦多場文化藝術講座，包括中國蘭花栽種及欣賞、木雕技巧及體驗、蘭花沉木藝術裝置評點工作坊等等，等你深入體驗中華文化嘅精髓。屯門盆景蘭花暨中華文化篆刻作品展覽2025，5月2日至8日，屯門青松觀，期待你嘅到來。